你有冇發現近排專注力越嚟越差？明明想集中做嘢，一陣就已經分心。其實唔係淨係得你一個係咁㗎。有研究話，超過一半香港人都有專注力不足問題，仲有80%香港人擔心患上腦退化同埋認知障礙相關疾病，甚至上班一族都覺得記憶力開始衰退，非常健忘。咁點算呢？有醫護證實嘅 My360系列幫到你。想同分心講拜拜 Sharp Focus 幫你即刻 sharp 醒。入面有咖啡果萃取物、膽鹼、維他命 B6、B12，每日一粒，專注力同頭腦清晰度都全線提升。如果你想 keep 住記性好，適合所有年齡喚醒最強記憶力，特別係60歲以上嘅老友記想預防腦退化，MindFull醒腦力就啱晒你啦。成分有蝦紅素、葡萄萃取物同維他命 E， 幫你醒腦活腦，記性都改善埋啊！ Sharp Focus 專注速同 MindFull醒腦力即將登場，想每日都 sharp 醒精靈，快啲了解訂購詳情啦！